最近食得好清淡，但係依然出晒油、出晒痘痘，水樽唔離手，但係肌膚繼續掹緊乾燥。有冇諗過係你食錯咗？肌膚其實係你日常飲食嘅一塊鏡嚟㗎。分享5個方面，簡單知道肌膚針對缺乏咩營養。皮膚乾燥、粗糙，可能係缺乏 Omega 3維他命 E。食多啲深海魚、堅果，可以幫助肌膚保油抗氧化，令到肌膚由內而外水潤。成日出痘痘，油脂分泌旺盛，除咗留意糖分、油炸食物，試下補充鋅質，例如豆類、瘦肉，有助調節皮脂分泌。抗發炎，幫助肌膚穩定，對痘痘肌好有幫助。膚色暗沉冇乾澤，可能係抗氧化劑攝取不足。莓果、奇異果、紅椒呢啲都含豐富維他命 C 嘅食物，幫助肌膚變燈膽肌。至於鬆弛嘅細紋，可能係蛋白質不足、糖化反應造成嘅膠原流失，記得補充優質蛋白質，例如魚啦、蛋啦、豆腐，控制糖分攝取。有敏感泛紅困擾，就係缺乏抗炎營養素。薑黃、深綠色蔬菜、莓果都係唔錯嘅選擇。肌膚保養唔單止係塗塗搽搽，仲係由你選擇食物開始，食入去嘅每一啖都係為你肌膚打底。想由內而外好膚質，不如由今日開始食得針對肌膚一啲，識得精準護膚，產品功效加倍㗎。